再来，那个76页，76页。来，大气的成分，理化上侪啊，上侪是啥物？大气的成分，第一名你知道？最多的，这理化的，氮气嘛哈，降嘛对，差不多4/5嘛，比它精确的78%嘛。它第二名呢？氧气降嘛对10。11呀。对，同学，你什么代志？我在等你呢。俊熙。氧气18啦，差不多1/5啦。好，接着就固定成分了。所以有当家第3名咖喱，因为咖喱有99啊。啊，你讲剩下那1%嘛没有？剩下那1%是第3名。第3名。氧气。我北来。氧气。理化爱按怎2诶？钝气啊，钝气的几种嘛？哪一种？氩气啊，第3名。第3种剩固定成分。袂重要，我让恁先讲啦，啊无足艰苦的呢。啊，有代志先等恁处理好啦。好啦哦，来，想到这算固定成分，太多了。足简单，它的数量多，所以你要改变伊的比例吼，爱足多。你若较少的，就是变动成分，因为你比例少嘛，你要改变它，你就用水汽吼。水汽这物件虽然伊看起来平均是要比0.007，啊，不过伊比热带海洋上空伊有可能超过第3名哦，它最多可能占到4%哦。不过它在沙漠可能，它袂好哩啊。它在沙漠中可能完全雷凌哦，所以它整个影响很大。当然，依照时间来看，整个地球历史，我们的氧气也不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叠恐龙时代哦，氧气可以到35%。所以你看恐龙遐大只，因为你体型愈大，你耗氧量愈大。你若把恐龙遐大只掠来即摆吼，大只恐龙拢着气喘病。氧气不足。不过我问你一个问题吼，你敢有想过讲是安怎咱知影恐龙时代氧气成分？有老师讲过了。有啊，有讲。那个鼓过那个。抽出来。对啊。这讲过啊。这是毋讲了啊？你若讲过，才有讲过啊。空气污染讲过啊未？空气污染其实是一个监测指标啊，叫 AQI。所以你看咱都有上升那个旗子有没有？就是现在的什么，咱讲的止爆嘛，对不？所以止爆就是个卖出门嘛，咱马贵运动会都有止爆都要取消，都大家跑步改成慢走，因为你运动越激烈，那个吸进去越多啊。咱上惊迄个叫 PM2.5以下的微粒，因为这种微粒你数里面，它可以逃过你的什么鼻毛、纤毛、肺支气管，然后直驱到你的肺部，然后就直接进你的血液里面。
上恐怖的是，啊？哦，对啊，那个有效啊。嘿，你还可以用滤网啊。好，上恐怖的是那种回力哈，你不知道它含有什么。它一来是从那个工厂出来，它就含有重金属成分。好，来，认出来重金属想要认出来重金属，因为那个音乐很吵嘛。对。重金属它吸下去，很多是你排不出来，你一辈子累积在你的体内。每一个抽烟内底你烟内底有足侪有害物质，你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这种物件，内底上恐怖就是焦油，焦油啦你来去焦油焦油这种物件我以早做生教组长的时阵我的学务处有一个叫做吸烟小傻瓜，我唔知你有看过无？就是一个模型，头可以这样捏，嘴巴拄一个讲，你拄点一支烟，插叶讲，你亮叶头，伊就一直竖分，伊的背部下骹一个棉花，就竖一支你一支烟竖了，迄棉花本来白你若撒出来拄着头遐黄色的，比方佫是乌色的，迄个你的背纤毛你虽然一支烟是安尼毋过你卡伫你的背纤毛内底你一世人拢伫内底。迄食火的人死了后，你甲伊背部安尼提炼出来伊除以一支焦耳量，你就知影一世人食过偌济支烟。所以迄一世人开的，对。所以像我咧掠着食薰的我拢做实验互伊看你会惊袂？结果毋是啦，你做实验的时阵，一个人伫遐数啦，无效啦无效啦。后来以后莫做实验啦，结果迄烟瘾发作，后来边做实验伫遐食薰啦。我问你一个问题啥物叫二手烟？你有听过讲二手烟的危害比一手烟还大？你讲我做奇怪，你讲有人讲二手烟就是我吸进去吐出来又被别人吸到，别人如果吸进来吐出来再被吸到，那就变三手烟。四手、五手、六手，你感觉奇怪，为什么烟里面有害物质被你的肺过滤一次了，结果呢，危害反而会比较大？你有没有白讲？无道理啊，对无？你袂迄惊人，迄认真就是讲，你就是调工要爱互我食薰嘛，调讲二手烟危害大嘛。我来讲，咱人爱有这种逻辑思考，提出质疑我问你是不是乱讲？其实他不是乱讲。我来讲，原因是你对二手烟的定义是错的。二手烟不是第一个人输入去，佮分出来，互你食着这个二手烟。二手烟是一支烟点的，无输，别拿香的安尼伫遐烧，这叫二手烟。分有输无输差别对不对？你在抽烟的时候，那个烟头有什么不一样？也倒起来对不？没有的时候，它是有冒烟，但是它不会亮起来。你在输的时候，你是咪倒起来？是安怎输的时候倒起来？你输的时候，那氧气来通过啊，所以也燃烧完全呐、伊的温度较悬呐，所以也倒起来。你无输的时候，伊甲点香烧共，伊就伫遐它就会燃烧，
但它温度低，迄叫二手烟呐。你无食点伫遐，互伊拿迄香给倒的，迄叫二手烟呐。唔管是你点的人输掉，是边仔的人输掉，这种叫二手烟呐。一手烟就是你直接撒出来输，迄叫一手烟呐。你只要温度高，很多有害物质都会烧掉。你温度不足的情况之下，会散发出更多的有害物质。所以，像你若真正有人硬死要食薰讲袂听的吼，你会讲你薰点点会紧输出好了，莫伫遐一个人下天仔的，对，啊，有人三日手里怎困去的，困去啊，怎烂落来啊，点喺地方身顶，然后引发火灾的，嘿啊，有这种东西啊，好，他们不要仔细治疗这。我告诉你，人类讲什么万物之灵哦？其实我来讲，人类是所有的动物里面最笨的。为什么？没有什么动物哈，会像人类安尼自己去吃对自己身体有害的东西。只有人，动物哈对自然界的东西哈，也自主去吃一些可以治疗自己。哦，一个恶鬼哦，他又没上过学校，不过他就自然知道说，这个草药这个叶子，结果哦，他如果受伤了，伊会家己去食的哦，对他的伤有疗效哦。动物拢还没有，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明明知道这个有毒，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自主去吃它。只有人类会干这种事，所以你讲人是介聪明啊，介无，我嘛不知。好，好，来看3之2，天气现在。来，第一个，云甲雨，云就是地面的空气上升压力变什么？变大变小？变大，高峰的压力安怎？较细嘛，压力变小，空气的体积会怎样？变大，膨胀。因若膨胀哦，根据恁阿北二回热学哈，用热学和大学还会学到，这个觉得膨胀之后，伊温度会下降。不过你免想较济，你就想讲冷管的较冷就对了。高空比较冷，所以它到比较冷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事？伊地面，咱周围拢是水汽，按咱你地面这个温度伊的饱和未到，所以饱和的伊的水蒸气也变做小水滴，伊的含水气量未到饱和，按过你的空气啦温度降低哦。伊的溶解度会下降，空气内的水汽溶解度会下降，所以它到高峰的时候，比如说它现在20%的含水量，未饱和，唔可以到高峰，譬如说咱地面这个温度，相对湿度可以到40%啊，所以你20%的水汽都未饱和，唔过你赶快20%去到高峰，伊的温度可能15%就到饱和了，结果你20%同样上去，它是饱和了，超过饱和也安怎？过饱就会，吃饱了再吃就会过饱嘛，同样的道理嘛，过饱就会吐出来嘛，所以它会吐出小水滴来嘛，吐出小水滴就变啥？鱼，会做云啦 ，cloud 对吧？有当时讲几句英语English 来了迄个国际化嘛有云对落雨，这是做干那得力。所以咱有几种，第一种对流雨，第二种地形雨，第三种锋面雨。对流是咱的对流层内底
一个资源，因为地面它多少升到高峰，上面时对流会旺盛，地面愈热，对流愈旺盛，所以凉起对流会旺盛。夏天嘛，所以夏天很容易有午后雷阵雨，就是这个原因嘛，对流旺盛嘛。来，第二种地形，地形是因为风吹过来，因为地形抬升，所以你看，一个迎风面，一个背风面，所以咱东北季风，咱带来讲的东北季风，北部就是中央山脉的迎风面，空气会被山坡爬上山抬升了，所以产生云、下雨，迎风面的落雨。翻山越岭之后，到我们南部下沉的，在背风面，就安怎变干燥啊，喉咙的料啊吼，它下沉空气，高空下沉的空气的干燥，袂落雨，所以咱南部加冬天拢都干燥，北部加冬天拢落雨。来，第三种锋面雨，锋面小学2轨啊，刚会记。冷风、暖风、自由风，啊，小学自然不是学过吗？好，忘记了没关系，我们之后又会再讲一次。简单来讲，锋面就是伊的地面空气气候冷气团，冷暖气团相拄，暖气团一柄，一有冷空气把它铲上去了。所以给折形锋面下雨，冷风、暖风、自由风都是会被铲上去，暖空气都往冷空气铲上去。好，简单来说，这三种是空气上升带来云，然后下雨。基于说它空气上升被什么上升的？被对流上升的呢，还是被地形上升的呢？还是因为锋面相遇被冷空气抬升的？我去撒种。好，黑鬼。来，风的形成是由气压2轨哦，各位记袂？理化的气压做成单位做按轨，一大气压等于76公分水银柱等于760公里水银柱，等于1033.6每平方公133.6克重等于1013百帕。大气压力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单位一大堆。啊，百帕就是咱大气，咱的气象用的，咱气象用的，啊，风就是空气为高压往低压跑。这甲咱的地形相共，咱地理嘛有所谓等高线，你若三条球，你的认为一定从高处往低处滚，空气也是同样的道理。空气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就是形成风。所以你若画等压线，你个看这个跟地形的等高线相共。等压线跟等高线如果越密集，代表这个所在安怎？愈崎岖对无？坡度愈大对无？等你若伫地形等高线密度愈大，安尼个爬山愈艰苦。哦，无落山就简单，你就淋落去就好啦。哦，滚下咕噜咕噜滚下去，还会滚出一条路来。哦，若风就是风速会变快，变较紧。好来，低压中心，你若有一个困，就变低压中心，咱用电脑来表示。唔是偌低，只是比周围搁较低。唔是讲偌低，唔是绝对值哦，以相对周围是，你像咱山人一个洼地，在山顶上如果有一个洼地，它也是一个低压中心，地势低的洞，不过它可能高于海平面，所以比起周围的还低，相对的高压中心用 H， 一个是比周围还高。就是形成一个山顶就对了啦，咱爬山三角点就是这啦，若低压中心，咱的地形图安怎画？地面是安尼，低压中心，伊离地面是上升气流，
因为伊做因低压嘛，低压周围空气可以走入来嘛，啊，袂距离伫遮嘛，所以就爱上升嘛。啊，高压中心就变安怎？伊周围空气就走出去嘛，因为伊中是高压中心嘛，所以宾馆的空气就落来补嘛，因为遮袂形成真空嘛，遮空气走了啊，伊无可以变成一个真空嘛，因为中心高压落来补。所以才天气会好啊歹。地面空气上升会啥？会形成云啊。宾馆就来敢有云？无嘛。所以这袂落雨嘛，这会落雨嘛，好坏很难讲啊。有人喜欢下雨天，他就觉得下雨是好天气。嘿，但是我们一般说坏天气，就是讲会落雨嘛。啊，高压就袂落雨。所以你看低压来就要落雨，嘿，有当时可以形成洪台，严重的低压就是台风形成。好，咱来看你若一个中心吼，咱先看这个等压线，今仔可能无时间啦，要紧，零回下去了啦，零回下去了，因为浪费时间装上去。刚刚1年级的事，我也接不上去啊。分价是安尼的，这是高，这是低。会不会因为地球自转？好，因为地球自转，它会往右偏，会给北半球、南半球得病。好，北半球。好，咱来看这，你若低压中心的等压线，中低压、高压，本价是安尼出来对无？啊，低压，无，低压是入来，所以高压往低压，往右偏对无？你若咱遮看好啊，遮高压、遮低压。往右偏对无？啊，咱这边看过，是不是也是往右偏？啊，这边看来是不是往右偏？啊，这边看过来是不是也是往右偏？好，所以低压中心就形成一个什么流向？逆顺还逆？逆。而且中心这也是流入嘛，逆入。来，高压得病。高压往低压，右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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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高压中心的气旋你安怎？顺流出。哎，根据这个，会记哦，这拢是地面哦，这种是讲地面哦。你若讲高空会倒并过来哦，就不管了。可是地面才跟我们有关啊，我们管高空干嘛？你们不是没事会飞上天？哎，我们都在讲地面的风而已啊，好，知影哦。所以有安尼，啊，不，这里北半球，这里北半球，南半球会倒并哦，对起倒并，对起倒并，顺干逆倒并了，你入甲出卖并哦，因为低压是入。高压是出，这跟南北半球是没有关系的哦。然后南北半球只有逆变顺，顺变逆，其他一样。哦，安尼四种都歹记对无？所以我的经验是记一种就好啦。记一种北半球，因为咱是北半球嘛，跟咱有关系嘛。记北半球的低气压，因为北半球的低气压就是去造成风台，所以咱风台就是安怎？可以逆时针往台风眼转进啊。你看气象图拢安尼，好，气象图咱所有到台湾的台风拢是安尼，啊，安尼你顺呢你甲它并啊。嘿，你若问北半球高压，就这两字拢甲并过来啊。啊，你若问南半球的低压，你就甲逆并做顺啊。
南半球高压就是也是把南半球的那个低压两个都翻过来，安尼咋不？这样你就记一种就好，剩下你拢对倒并啊，你怎样拢下并过来，免你四种你要背啦，佫会背对背乱去，哦，好，这有问题无？以上公式有一个节目吼，叫留言追，那是一个科学节目，有人看过无？这节目蛮有意思的，它里面有一集就讲到有关这个，他就说哦，既然台风是安尼，你拿迄个水槽来给你塞子拔掉吼，水嘛是漩涡呢，安尼我问你诶，你机器人看过遐侪道啊，包括你咧冲马桶，伊嘛是漩涡，你有注意过伊是顺时针啊、逆时针啊是都有无？无对无，所以你日常都不会观察嘛。你塞子拔掉一定是陷进去的嘛。它到底是怎么陷？我来讲哦，我以前嘛教唔对哦。我以前想讲足简单啊，这个原理就跟北半球的台风一样啊。所以咱伫北半球啊，所以咱一定是逆时针陷进去的啊。结果我系啊，迄足久以前啊，我甲教唔对伊。我看完那一集节目吼，那节目的陈大教授来，他就亲自做实验。他节目多用心，他真的跑去南半球做实验哦。因为你根据这个理论，你北半球安尼，你是唔到南半球的时阵，伊个倒变过来。你有一个问题无？万不我伫赤道宾馆要安怎？他就从这边直接掉下去啊，直直的都不会陷，你有发现这种奇观不？塞子拔掉，所有的水一直线往中间下去，一点漩涡都没有。我相信你得看有种自然景观呐，他真的做实验，跑到南方，而且我来用这个实验做严谨呢，因为安怎练变音要去掉。你哪去拔塞子的时候，你手指的扰动会不会形成一个变音？会啊，你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伊个实验设计是用一个正圆柱的水槽哦，伊无啥物塞子哦，伊是一个管子下去哦，它是管下面一个水龙头，它是开那个水龙头让水直接下来，然后看着圆筒里面的漩涡是什么漩，结果。既然叫留言追，他的答案出乎意料，顺利都有，南北半球都是这个实验结果。好，问题来了，这是地球自转的影响，是安怎拔塞子？台风会因为地球自转，可是台风不会哦。你看台湾有出来风台，无一个是顺时针转，南半球100%一定是顺时针。你讲赤道嘞，赤道无风台，所以没烦恼这种代志。对啊，所以，那会安尼？压力。迄节目内底有讲。地球自转的影响是出现于大尺度范围，对，从红海到几十公里、几百公里的距离，才会产生这一种偏差。你连水槽、马桶那种哦，无那种影响，啊，纯粹真的就是一开始那个微扰动，造成它后来整个会顺或逆的。主要成因，所以那个节目我不知道现在 YouTube 有没有，现在应该是没有播的，但是它每一集都是那种科学性的谣言。那上常听到谣言是啥？
叫你莫用微波炉啦，微波炉的物件食到啥物会辐射，会得癌症啊！哎，煞有其事哦。这个微波下去，食物就会变质哦。哦，讲个煞有其事诶，食物变质什么意思？你把生的食物煮很熟了，它不就是变质了吗？你用瓦斯炉煮，它就不会变质嘛？它不变质，你吃了就拉肚子了。我跟你讲，煮熟就变质啊！所以你讲微波是会变质，废话当然变质啊！伊甲煮熟出来会变质，它是不是食物煮熟是不是化学变化？是啊，没错吧？食物煮熟，生米煮成熟饭是不是化学变化？你说对啊，多一个小孩是化学变化，对啊，啊，对啊，那是化学变化没有错啊。微波炉什么原理？共振。微波炉为什么可以把食物煮？而且微波炉食物煮熟的特点很特别哦，它是里面煮，它不是一般加热那是外口烧，你以为内底哦。微波伊是规个内底做伙烧哦，它原理是什么？共振。电磁波。你微波里面，它有一个波长，这个波长是计算哦，这个波长不管是水分子振动，可以引起水分子共振的波长。所以微波这个特点，它就很容易被水分子吸收。水分子振动，对水分子来说是振动，可是对我们巨观看起来，它就是加热，它的温度就是上升。所以，伊是用微波去加热你这个食物内底水分子，让这个食物里面的水分子加热，然后到沸腾，然后让整个微波食物煮熟。所以你要微波的物件内底绝对袂当完全无水，迄无路用，迄无效。不过只要有水，它的水就会温度很快上升。温度很快，因为它的分子正好可以接受微波的振动，然后很快的加热，然后让整个东西煮熟。所以微波的功能就是让水分子振动，也就是微波这个能量给水分子，让加热水分子的意思啦。所以你微波料，你内底讲有啥物有诶无诶微波辐射会伫内底？无啦。嘿，而且微波，你知道微波的能量比你这些可见光，它的波长还要长，它的能量还要低哦。你讲微波会对啊嘛？当然，你微波用的就是你袂当讲，比较譬如，你因为你身体有水呢，你微波照到你身体也会加热你身体的水分子哎，所以微波炉当然爱砍的啊。如果你放心嘛，微波炉拍开一个自动关机啊。它不可能会外泄啊，而且现在微波设计，你把它微波，你只要门关上，一定整个微波隔绝在里面啊，你不用怕啊。就算你靠它旁边，它那个微波也不会到你身上啊。它所以微波完拿出来，食物纯粹就是微波把里面的水分子加热而已啊，然后让食物煮熟而已啊，对不对？你里面不会吃到微波啦，更不会吃到什么辐射啦。哦，这个微波炉真的是一个过一阵子会被拿出来渲染的留言。所以你看，咱看季风，春节时间吼，西伯利亚的高压跟太平洋的暖高压都是高压，一个冷一个暖，但是都是高压。所以，咱中国大陆一家，台湾一家。西伯利亚的高压来，甲我讲高压的方向安怎？顺时针对无？顺时针对无？所以安尼转对无？所以冬天到台湾的时，变什么方向？东北季风。风向是风来的方向还是风去的方向？风来的方向哦，有人搞不清楚哦。东北季风。来到夏天的时候，太平洋这边暖高压作用了，一样顺时针，所以夏天的一直风向对比西南西风，
啊，不过因为太平洋足大，所以这高压不一定面对，所以有当时西南风，有当时南风，有当时东南风，拢有可能。好，所以夏天的时候季风上来被抬升，所以咱夏天很容易下午后雷阵雨。啊，咱南部无啥雨，夏天本来台风就有雨啊，你再多这些雷阵雨，等于又把它变多，所以南部的雨量不平均。北部的东北季风直接迎风面把它带来雨量，造成北部它的冬天有，不是。台北天气做无好个，你冬天落雨吼，感觉做寒。好，咱今仔就到这。